各位兄姐，大家平安，也真欢喜，这是咱线顶礼拜的时间。今早起要甲咱做分享的信息叫做“无被打败的勇气，不被打倒的勇气”。咱做伙来看这圣经记载的旧约，撒母耳上卷第30章。咱要为第3节看到第10节，为10节看到20节，咱做伙来看。大比甲伊部下报告，发现城都被烧毁，因的某囝都被掠走，就放声大哭，而且哭到无力通哭。大比的两某阿希乱甲阿比干也被掠去。现在大比真着急，由伊的部下的某囝拢被掠走，也拢非常的烦恼，就威胁大比。要用石头钉死伊，做是耶和华伊的上帝，互伊勇气。大比对阿希米勒的囝阿比亚他祭司讲，甲伊弗得带来请阿比亚他照伊的吩咐，就安尼做。大比又问耶和华，我敢通去捉这个侵犯者，敢捉会着因吗？耶和华回答讲：你去捉，一定捉会着，并且会当救回伊掠的人。所以大比就甲伊部下600人出发去追击，到比索溪，有一部分的人留伫遐，大比带着400个继续走路，以为200个有野生袂堪入，就无渡过比索溪，就留伫后面。所以，一个埃及的查甫囡仔，伊就带着大比去追击因。遐个侵犯者分散伫4角落，搁只个人来欢喜建造，因为因对非利士甲犹大抢夺过来而且侪的抢来物件。第2天透早，大比高甲因一直拍到袂赢。敌人除了400个骑骆驼的少年人走伫以外，无一个逃走。大比夺回阿玛力人抢走一切，包括因两个某。搁一项物件掉落，大比救回所有部下的主女，夺回所有互阿玛力人抢去的财物，也取回所有的羊群、牛群，甲伊的部下就赶着这精神行伫头前讲，这个拢是大比的。就像这，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全能主你听头我卖天父，阮感谢你的恩典。通过阮到政府同心合力，也通过上帝的恩典，互这疫情有搁较和缓。主希望政府搁伫这疫情的境界的中间。我都通
全部人来到伫你圣殿来敬拜你，所以是阮犹愿意用实体礼拜甲线顶礼拜同齐合作，我望会当互较侪兄弟会当伫上帝你的话顶面得到快乐，也天条伫上帝你的话面对一侪人生经过中间，就是互阮有一个无被拍败的勇气。祝你帮在是阮祝福。我讲的较听的，拢白白记着你了。我上帝你的话，我上帝你的神，我上帝的恩典甲错，拢无离开阮。阮总会当成做上帝你荣耀见证你。主安将阮今早嘅敬拜全然摆拢伫你手中，恳求主你来引传锻炼的事奉，靠主耶稣就圣出来恳求，阿门。现在咱即点要做伙来听一首诗歌。这习惯名叫做信心的路程，咱做伙来听。星星是一个美好的礼物，为我的
像这今仔日要跟做伙来分享一个信息，叫做无被打败的勇气。无被打败的勇气。像英国的首相丘吉尔伊安尼讲，成功毋是结局，失败嘛毋是原则，上重要是是不是有勇气继续向前。美国的政治一个政治家叫做罗伯特，伊嘛安尼讲，世界上对你勇气上大的考验就是。咱去承受迄个失败，而且会当永远无失志。这就是对你勇气上大的考验。伊称做西方思想之父的古希腊的这条家叫做柏拉图，伊有安尼讲。任何款待每一个你所拄着的人，有啥物诱因，拢伫人生中间在奋斗。所以，因为因拢在经历一场的苦战。所以开始嘛，咱这所在，咱看到就是，无论是今日要甲分享的这个代志，还是伊的600勇士。还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还是咱每一个人，其实咱都有自己的印章要来，咱都有家己人生的征战，对人生不断的战斗，咱都有咱爱征战，咱要打的印章要打，但是重点是，即摆人生的这印章中间，咱到底是挖靠啥物？咱所挖靠到底是啥物？今仔日通过这信息，甲咱做伙来熟悉。咱通过今仔日的这圣经，咱其实咱看讲撒母耳上卷27章，这所在有讲到，因为扫罗王一直追杀，一直要追杀大卫。所以大卫后来就走去投靠非利士人，伊就来到一个叫做亚吉王，这亚吉王这所在伫遐来投靠伊。亚吉王嘛真好款待伊，将这西格拉这城来赏赐互大卫。所以大卫就伫这所在，迄个城就属于大卫所有。一摆这个阿玛力人看到大卫无伫城内时，伊就去攻打这个西吉拉城，就伫个所在百火烧吼，甲这个城拢甲毁坏掉。而且甲遐个内面的人、内面的财物，不管妇女、大人、囡仔，拢全部掠走吼。阁有侪侪遮的前世遮财物。所以，当大卫甲遮个伊的勇士为何所在看到伊的城伫烧毁的时，伊都伫这所在大声啼哭。圣经写讲，因大声啼哭，开声吼，而且吼甲拢无通吼，无力通吼，咱就知影讲，这是偌尔凄惨的一个境况。因的财物、因的武器、因的厝地、因的财产，全部拢被抢落去。伊这好才就一无所有。你像伫这所在，咱看到就是因伫这所在大声吼，而且吼甲无力通吼。伊就伫这所在这部下就怪大卫啦，怪大卫。因为伊嘛真着急，嘛毋知变哪就怪大卫，甚至有话讲伊用石头甲大卫钉要死吼。但大卫伊伫这所在，伊无互这境况，互这状况，互这条件，互这警务甲伊拍败，伊就安静。伊这所在，
伊来找祭司吼阿比亚他请伊连说摕以弗得来，以弗得就是这祭司的迄领外衫。咱看见这顶面有12块吼宝石，这块宝石，这块宝石，这块宝石就是代表以色列十支派吼。所以唔知因安怎来通过这个来求告上帝，就是通过这些来向上帝祈祷，求告上帝讲上帝阮通着，阮敢做会着吼。然后我上帝甲伊讲，你通着，而且做会着，而且会当把这个拢甲伊夺回着吼。所以咱可以特别因为要我上帝小小勇气，伊就好敢勇敢伫个所在来对进。咱可以伊就带着这600个勇士来到这一定对着，来到这必须开这个所在吼。这个所在，但是圣经说讲有的人已经听完话，而且心情嘛真沉重，就是你按照这人敢做会着，这某囝现在有性命危险无这财务需求可能全部顺，所以因就伫个所在有的人就无气力这是有一部分的人就迄无气力。心人拢累积软弱的就留伫个所在，所以后来就召出400个勇士，代表就带着400个勇士无放弃，还继续伫对着。伊有经过这必须溪真有意思就是这必须溪伊的意思，迄个意思原文意思就是这就是欢喜。高兴的就是通过伊经历这个必须溪了，其实因经历的就是一个欢喜的事，就是因后来因真正甲这个阿玛利人拍败，而且甲因所失落全部拢去夺回来这伫个所在，咱而且会看就是全部卖论讲后来的结果安怎，总是。伫这所在必须的就是，咱是不是有无掌声，但是无有掌声，还讲无有一个好叫，所以是伫这所在重点就是，咱是不是有勇气，会当伫个所在经过这必须的，伫个所在来求这伊所失的不管是不是有得到什么结果，但是因经过为了勇气，经过这必须的继续无失望的是，因是值得喝彩的值得喝彩。当然这后来结果就是把这全部所失的，然后全部夺掉。即个咱直接说，咱看到就是。这个原子头，结果甲伊用一头，甲代表点无死的遮尔。这条是代表为清净，而且带400个勇士，甲这全部失落遮，全部夺掉。代表还是400个勇士，因卖累积，因卖野性，因嘛城市伫出来，靠甲无来谈靠。好甲无来谈，所以是伫这所在，伊继续抱着上帝所许做的勇气，继续追寻，最后得到全部甲这失落物件，拢全部夺来，包括你的某囝，包括你的财产，包括这牛甲油盆这物件，所以这部分就关于这情绪甲这五油，这情绪这财务，关于这啥，伫头前安尼讲，这拢是代志，这拢是代志，哇！这个前后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迄个咱直接所在咱看到就是，而咱人生中间嘛有真侪争执。
但是咱袂当伫这必须去头前就认输啦吼。面对考卷，面对艰难的事，面对后边这事，老师有阵时讲讲，这嘛是在地方讲，有阵时讲啊，这经营实在，这拄着情景人所讲有侪这话，侪这条件，那就必须去讲。但这反正对老师讲嘛，对咱但是只嘛讲就是，伫咱人生中间，拢有真侪情节。但是，咱袂当伫必须去头前的认输啦，吼，认输。而且咱看见就是，内面加只600个要素，这600个要素中间有侪是，因袂当伫个所在来经过这必须去吼，因伫这所在因亚线因。心灵软弱吼，这是伫这中间，因为因无经过这必须去，所以伊就失去迄个会当抢救因处理的人，夺回因所失落的，安尼一个机会，伊失去迄个一个这样宝贵、这样水的一个机会，因无经过。因为因伫个必须去头前的导航认输啊，因为咱伫这所在，咱人生嘛有侪机会，上帝要互咱通过，咱经过这必须去勇敢继续向前行，伫这说通过上帝所授予互咱勇气，互咱会当伫这所在会当抢救，会当夺回在处理亲人。这侪机会，嘛是上帝通过这要对咱提醒，迄个机会上帝要互咱，但是重点是咱有把握机会，咱有把握机会。老师来介绍伫咱今年2021年东京的奥运咱可以有总共200。几个国家参与伫这中间，这是有一队叫做奥运的难民代表队吼，这队现在叫做难民代表队，因拢是难民啦吼，但是因并无代表一个地区的一个国家，因就是拢是难民，而且全世界这难民因的代表拢集合起来，加这一队吼，这有意思。因伫这所在，因伫这个今年嘛有参与伫这个东京奥运的中间吼。牧师来介绍，伫这中间有一位日本吼，这个日本伊叫做尤斯拉马蒂尼吼，尤斯拉马蒂尼。伫迄个《金周刊》内面嘛有伊详细报道吼。这尤斯拉马蒂尼伊有讲起伊真侪人民伊安怎伫迄个所在后来真侪被选择奥运的难民代表队会选手吼。这个尤斯拉马蒂尼伊是伊的国家是叙利亚叙利亚。叙利亚伊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伊是住伫大马色大马色，这大马色在大马士革这中间伊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这是伫2001年时，伊的国家发生内战，所以有个人无服对方就开始安尼拍来，所以。国家发生内战所以本来原本是幸福的一个国家，有一个幸福人生，互拢改变看到一群安尼用举武器，就世界安尼伫遐破坏世界。我看你无想到，我就互你死吼。但是安尼看见，这个国家就安尼开始因为这个动乱来看见原起头是真水的一个国家，真水的这城市，
哦，精神和美满的人生拢改变，拢改变。而且，这马蒂尼甲伊的这个莎拉，因后来就决定讲要离开因的国家要成为黎巴嫩后来去土耳其然后他为土耳其走去希腊希腊，因就拍算讲，因到尾就做安尼叫因2006年的时，有一个暗时因就偷渡坐船坐迄个救生艇而且救生艇原起头本来是只会当会当坐超7个人的点，就是迄天坐20几个，要靠人家船船安尼伫暗时安尼6点半的时出发，这引擎就发动，就走，差不多半点钟转点去啦故障故障了伊就伫咧海底伫遐漂哩伫咧船顶的人，佫有真侪大部分的人拢是伫遐游泳的只有马蒂尼加伊这只佫有2个查甫，伊会晓游泳安尼所以大概是4个人会晓游泳，这船若要救，佫惊风掠倒去所以伊是难民所以就伫所在安怎，因要安怎，因为因嘛，因会当到伫希腊但是因好看讲，大概差不多搁将近10公里的路程有看到迄个所在，但是就是无到达啦要安怎，所以伊就讲要紧伊这个游泳伊嘛会，因为伊本来是因的事业是训练真侪游泳的选手的所以因就伊看伊这跳，伊嘛跳嘞，佫有2个会晓游泳的人跳嘞跳了就是做游啦就是因全拖这只救生艇20几跳哇！这海英伊讲伊安尼回忆讲，因一直拖真拼命伫遐咧救，要甲伊拖到花的有看到花，但是迄海英一直甲伊拍着，互伊无法度通进球无法度进球。伫个所在实在是，伊讲好亲像有看到迄个目的地。但是好像是好像永远到不了后来总共因用差不多3点半钟的时间因伫所在，甲这20多个人拢拖去这希腊有一个岛有一个岛才有迄个难民营的所在，会当互因伫遐来收养因伊后来就转去德国，伊甲伊这就在德国然后伫遐继续训练真侪游泳选手伊2002年时，伊嘛比选做参与伫这里约一个奥运难民代表队奥运难民代表队，这真传奇的一个人物伊讲到伊的。人生过程，伊是为人民，也有冒着生命危险，而且伫咧海洋中间，而且靠着这台20几人坐的这个救生艇安尼游3点半钟游到迄个希腊所在。而且马蒂尼伊是参加这个难民代表队，伊安尼伫个所在，伊有一个真互人感动的故事伊后来嘛，伫即个联合国来伫选做伫即个难民署的内底
真做一个亲善大使。而且伊嘛后来有吼，即个教宗来调记。伊后来嘛吼，即个美国吼，即个时人杂志啊，甲伊伫迄个所在，甲伊肯定即个17个内面讲，甲伊讲，伊是25个啊，伫影响即个世界吼，影响世界的25个女性其中的一个吼，所以咱看见伊实在是真有影响力吼。伫迄个所在通过伊所经历着，通过伊的表现。啊，伫个所在，拢伫遐咧，伫遐咧带来即个影响力吼。即对马丁尼吼，伊安尼伫遐讲，伊家己认为吼，即个难民代表队吼，难民代表队，其实因伫即个所在，伊是一队迄个真强的队伍吼，伫个中间就是为虾米讲伊真强？因为就是因虽然失去真侪物件，总是因有一个真无共款，就是因拢为着因的理想无放弃吼，在追梦吼，在追梦。在追梦中间，因为因的经历的缘故，所以因有一个无放弃的一个态度。会勇气吼，伫这所在得带来影响，所以马丁尼讲这对是真强吼，希望伊无属任何一个国家，伊叫做难民代表队吼，这是伫这所在，透过因所表现，这所在要向世间人来讲吼，来讲起，因是勇敢追梦的人吼，这所在咱看见就是。第二，伊伫这中间，伊讲伊是难民的吼，但是伊感觉会当为着这难民，代表这全球有6500万的难民出来比赛吼，这是2016年时，伊参加伫伊奥运的时候，伊讲，迄时阵有6500万的人，伊代表这6500万的人民，伊出来比赛，但是互伊感觉有一点悲伤的就是吼，感觉今年吼，这人民已经增加到8200万的人吼，所以伊嘛是继续为着这人民吼，伫遐来比赛吼，代表伊来比赛。可是伫个所在，伊讲，伊艰苦心的毋是讲，这人民的人数增加吼，就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对伫人民的态度，伊讲并不友善吼。所以，但是伊感觉真骄傲的，伊当代表这人民出来比赛。伊讲。伊通过伊故事，要互更较侪人民，有缘大概能快将保持一个讲怀抱着梦想的勇气，抱着迄个一个理想愿望的一个勇气继续向前迈进。伊讲着讲，这队伍，伊讲这难民代表队，因每一个拢用家己故事嘅精彩，伫这所在，因拢是有连家己讲，总是因拢无放弃，拢勇敢追梦，勇敢追梦。咱看见伊有像悲伤伊讲，迄个人数已经增加变成8200万人，而且现在政府个对伊不友善，就是伊嘛。无放弃，继续要为着这难民伊讲，伊经讲伊的故事讲要甲几百万摆，所以是伊讲，如果若有人搁互伊机会，伊愿意搁讲几百万摆，为虾米？因为伊讲，伊
就是伫这所在，伊恶嘛会当把伊故事吼，伫这所在讲出来，互较侪人会当伫这所在通过伊的故事得到勇气，会当伫遐有一个理想愿望继续向前来打拼，来打拼。所以伊伫这所在，伊讲伊伫这所在。伊讲，不管经历偌济苦境，拢着抱着这理想愿望来向前迈进，向前迈进。等这媒体咧甲伊访问是讲，伊未来什么款理想愿望？伊讲伊前恶嘛，伊恶嘛，伊会当，有一天会当摕着恶运的金牌，这当然是一个每一个。运动选手的愿望，所以伊讲伊若无能摕金牌时间话，伊前嘛伊会当开一间游泳学校，特别伊嘛期待之恶嘛，就是有一天伊的国家无够有战争，伊嘛伊国家是平安的，伊嘛伊会当对伊的故乡，伊嘛伊会当伫伊的故乡开一间游泳俱乐部。而且这法国的文学家，伊安尼讲人一生，人一生的中间拢有伊讲人的一生中间上界辉煌的迄一天，便是功成名就的迄一天啦，但是有人生有真多的挑战，就是咱会当。抱着迄个勇气，勇敢伫遐来面对这挑战，无放弃的，迄才是荣耀迄一天啦，荣耀的那一天，这个本来甲伊讲的啥意思，甲第二点，伊会会讲内底伊咧讲的，这共拢是共款，迄是一个最。光辉耀眼的那一天，伊拢无放弃，继续努力打拼。伊对这挑战是，伊拢继续努力打拼，最后得到一个水的结果。即摆伫希伯来书第10章35节，伊讲，所以你毋通丧失勇气，因为讲这勇气要带互咱一个极大的报酬，极大报酬。所以即摆。咱拢会拄着有艰难的事，有挑战的事，这上帝要授受伊的勇气，互咱拢当挖靠伊，甲伊的勇气加添伫咱的心中，互咱靠着伊伫个所在会当伫这中间，得到胜利，而且写落咱的一个。真灿烂的一个故事，咱到咱时就这 PPT 安尼讲比赞，不但咱家己比赞，上帝嘛甲比赞，人嘛甲比赞，讲哇，咱的故事实在是非常精彩。伊遐即摆今仔日用安尼事实来甲咱互相来分享，非常的帮咱小小伫咱，互咱。面对人生真侪挑战甲境遇时，互咱拢有一个对上帝遐所得到迄个无比环境、无比侪境遇挑战艰难所打败的勇气，有做成所在咱当下之中。现在咱讲这个问题，是阮所伫阮每一个上帝的家里头，祝你帮助阮，互阮面对。人生做成境遇时，互我伫必须去，我无伫必须去以前就导航，就天机阮的脚步。那时候阮像大笔，像笔分离同款，互阮拢会当勇敢，来抱着上帝你所授出来的勇气，继续向前迈进。在阮的故事会当真做一人激励。也互阮会当伫阮人生中间
写了阮家己勇气的故事，互做这样伊阮得到激励，得到祝福。也上帝的名受高举，我来感恩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里面阿门。但是等下咱有要过来听一首诗歌第5首，做出道了要来听如鹰展翅上腾。今日咱就无要搁而且来做这小小报告，伊来倒数会靠伫咱的来内面互咱来互相关心大家的意愿就来小小一下，咱做来领受上帝祝福。之前你要阮感谢你的问题，主，你是阮所伫阮，不管阮拄着啥款境遇，都小使阮有对你起来勇气，小使阮讲凡事拢互相合力，要听上帝的人得着利益。上帝你加添几力互阮，互每一个有都诚做为着阮的效力，诚做我做，也诚做荣耀上帝你的庇护。主，你是阮所完成演教一关于通过圣神的风，甲阮扶起来，互阮在背时是非常提醒，互阮在经历上帝的恩典满满，互阮的故事也当诚做真正的祝福。上帝你人受得到荣耀，有最常以阮的祝福，完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喜被上帝的才能，甲圣神相通，拢甲阮每一位上帝的今日路上同在，直接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用在地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耶和华必从心能力，如鹰展翅上腾，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用在地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
重新的你，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海啸一样临到的时候，你要将眼目单单注视你的神，因为这正是神新的工作季节的开始。你要等候，因为神会将得胜的意念放在你心中。你要展翅，因为神会把机会摆在你的面前，唯有他能够带领你飞越风暴，重新翱翔。如鹰展翅上